啱啱真係發生咗。我啱啱經歷完人生其中最精彩、最超現實嘅一次，我被選中喺學校20週年晚宴表演跆拳道。當老師選中我嘅時候，我真係好榮幸。跟住嗰刻好驚訝，呢次唔係普通嘅表演，係喺成間學校面前，即係話全校學生、所有老師、校長同埋最令人興奮嘅係所有舊生，啲幫學校建立傳統嘅師兄師姐真係勁興奮嘅喎。呢個場地好靚，好大個學校操場，圓台，有個長長嘅表演台，感覺直情係好大型嘅活動，表演有音樂、唱歌、K-pop 等等，而我係唯一一個跆拳道表演。我哋行出去，成個氣氛都即刻嗨晒，幾百對眼睛望住我哋，興奮到呢！大家好啊！咁跆拳道係嚟自韓國嘅武術。我哋第一個表演項目咧就係套拳 traditional form。我哋嘅套拳名稱咧叫做 Hwarang， 係紅帶嘅套拳嚟嘅。我哋由套拳開始，我哋表演嘅套拳叫 Hwarang 花浪，每一個動作都要夠力，每一個馬步都要穩。呢 part 講求專注同展示跆拳道最純粹嘅一面，全場好專心咁睇，但反而令到我哋做得更好。跟住就嚟到軟自由搏擊、綁、反擊、踢、轉身，呢 part 係跆拳道武術嘅精髓，時間要啱，要夠默契，力量要控制得好。聽到觀眾見到飛踢嘅時候，好有反應。就到大家最期待嘅環節破板。第一關木板，重點唔喺塊板度，係要諗住穿過塊板，要100% 投入。爆開嗰下感覺真係好刺激，但仲未完，今次到我爸爸表演啦。今次佢要挑戰嘅唔係木板，係磚頭同棒球棍，仲有安主任幫手固定個棒球棍添，個反應簡直係難以置信，成個場都轟動起嚟，全部人企起身拍手尖叫。好，跟住落嚟咧係真材實料嘅木板啊！我哋嘅表演嘅項目會係 turning kick、reverse turning kick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有請安 Sir 上一上嚟幫一幫手先。安 Sir 小心啲，安 Sir。安 Sir。好，呢頭你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個？呢支係一支木嘅壘球棍，只係有一點可以打得爛嘅咋，所以要用 concentration 集中先至可以打得爛㗎。而家爸爸會表演。安 Sir 有冇事？安 Sir 你？接下來就會到親子搏擊，爸爸
候，我就會破模板。當自身力量唔夠嘅時候，就要用 reaction force 反作用力。點做㗎？就將打嘅時候，你手好快咁縮埋，咁就可以得到雙倍嘅力量啦。唔該你快啲啊！我哋俾大家掌聲。可以同爸爸一齊喺成個學校面前分享呢個時刻，真係一世都會記得。今次經歷唔只係一個表演，係代表我哋嘅武術同我哋一家人嘅熱誠，係向學校歷史致敬，成為呢個故事嘅一部分。我真係好衷心多謝教練，多謝爸爸，同多謝學校俾呢個咁難得嘅機會。20週年真係好難忘嘅，但你知唔知道咁代表乜嘢呢？我已經開始期待第21週年啦！下次破咩好？